一踏入呢個屋企，就俾佢呢一種時尚又簡約嘅混搭風深深吸引住。設計師巧妙地運用咗木色同埋鏡面嘅櫃體，就好似令空間注入咗一般嘅魔法，令到成個空間更加寬敞通透。唔單止咁，設計師仲好有創意咁樣加入咗亮色嘅軟裝，好似箍筍、梳化，就好似為寧靜嘅空間注入咗生命力。行入主人房，呢度嘅設計更加強調時尚感，就好似一個專屬於女屋主嘅私密天地。最令人眼前一亮嘅就係洗手櫃隔籬嘅全玻璃設計嘅衣櫃。初時可能會覺得好大膽，但係實際上呢個設計完美展現咗屋主嘅自信同埋對生活嘅追求。跟住我哋嚟到浴室，呢個設計真係令人有置身酒店嘅感覺。設計師將實用性同埋奢華感完美結合。首先，佢哋做咗乾濕分離，浴缸同埋企缸都一應俱全。第二間房就係將睡房同埋書房嘅功能巧妙地結合埋一齊。呢個設計非常適合需要兼顧工作同埋休息嘅朋友。當你拉開一排簡潔嘅書櫃，後面竟然係隱藏咗一個寬敞嘅衣帽間。呢個設計真係太有創意同埋實用性啦！書櫃嘅設計唔單止提供咗大量嘅收納空間，仲要巧妙咁樣隱藏咗一個衣帽間。最後，兩個小朋友嘅房間，設計師就充分考慮到佢哋嘅成長同埋活動需要，採用咗實用嘅上下格床設計，咁樣就可以慳翻唔少嘅空間。床嘅旁邊仲設計咗一個結合書台、書櫃同埋衣櫃嘅一體式設計，呢個設計真係好貼心。